强松，本来英语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好多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风向爱看无嘛多，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走，落去天堂，都了解桥路深一点强松，红山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尾数幸运线，一只细细嘅希望，爱行通，看起世界错也很不错，本爱一站巅峰，感多一点强松。洪先生，洪先生，海角全军唔见得咧。强上大地大金鱼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啊？每天跟你绑在一起，我又不是瞎子。我们这样偷跑出来玩，会不会有问题啊？表演取消。团结的确很重要，但是你们显然忘了，纪律也一样重要。你们集体违反了纪律，就要付出代价，取消表演。我不能接受，这场表演绝对不能取消。那不斧头吗？林博宇，你的头……这是我的决心，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这场表演。就算你想表示你的决心给董thiếu夫看，也不必把你的头发搞成这样吧。算他还是很帅啦，可是就算东豆腐不同意，我们大家就可以偷偷来啊。不行。你是白痴哦！帮人加油明明就好的事情，那边偷偷摸摸的，傻子。我们一定要光明正大的完成这场表演。对啦，我赞成他们两个的说法。既然是表演，我们就要尊重老师。全体集合。还站着干什么？开始暖身。围圈啊！来，1、2、3。这首是梦到18岁，唔好搞崩啊！困好哈，来滴啦，等18岁哦，还要困来检查。
哎，对了，你真的舍得把你的普妞放这边放这么久哦？为了展现决心，我就是要让他冻豆腐知道，我们是很认真的。哦。虎头剃头，理所车，那我该怎么表现我的决心啊？你哦，少吃一点零食，他也敢去领你来给洗的啊？哈，少吃零食，太难了啦！妈该太难了啦！你肉那么多，怎么练啦啦队啊？后悔，不吃就不吃，我当减肥啦。你真的舍得跟他们说再见哦？哦，嘿啊，记得挺按多年了呢，朋友哎，好朋友哎。队长，你好意思说我？那你嘞？你要怎么表现你的决心？我欣赏。阿克斯，我用崔总嘅成分推表啦啦队成员，希望做对本嚟就松台表演。斧头嘅条那么健体咧，咱拢今日菜也唔去咧，就连大雄，佢青好食嘅零食佢也唔食咧，那就真件啲唔错，我有心爱改过。希望先生做对本来就一百机会，本来就松台表演，拜托。你吃到案呢就很做决心我就迄真心爱改过。先生，你迄吃到案嘅含拉，跟你做对放来掉啊？唔讲有紧难，那就听说会做本唔看，做本太假看。啊！你过来啊！啊，阮补习班先生讲好咧，听迄对去读啦，对先前的进度吼补起来。我搞个进度还有填到就好诶，做嘛要补习啦？明年吼都读高三，过来吼都考太好，像按2年敢考会到，俺命都补好诶，对去读啦哈。讲多人好读，哎，可能还有偏你赢的。你在干嘛啦？我讲，你迄梦想要本来参加啦啦队啦。你还系学生诶，好好读书就好，干嘛啦啦队啦？读书老啦啦队，我都会做好。电视读好再来讲啦。你唔相信哦？你做不看啊？老师。我决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对我来说，这也叫纪律。是我们自己做错，没有理由要你打破原则。可是，你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来，手握紧扣环，好，我们开始喽。来，再来，会痛的话要深呼吸哦。很好，再往上一点可以吗？来，很好。来，我们现在往下压，手出点力，来，再用点力。很好，来，
车，我们往上。那个正在做复健的女孩叫糖糖，她就是我们要加油的人。他就是你以前那个同学。既然老师都知道，那你就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弃这场表演。我一定要帮糖糖加油，不管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好，我们手休息一下。哎，我手。老师啊，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不用，我还可以。生意，生意。你抽电啦，按你不影响来。你是谁？我是啊。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尤是特别的意思，尤其写下来。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狼野也。山行6、7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毅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还有接下来的明之者谁？这两句都是设问法，写下来。太守自谓也，指的是太守亲自来为亭子命名。谢子毅。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杂猥琐，轻盈身一杂细细嘅希望。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毅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还有接下来的明之者谁？这两句都是设问法，写下来。太守自谓也，指的是太守亲自来为亭子命名。谢子毅。这就是你要表达决心的方式吗？到外面罚站。继续上课。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则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开，霏是指云起、云飞的样子。云归而岩穴明，明呢是指幽暗，写下来哦。毁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毁明这边就是指明暗变化这样子的意思，写下来。野芳发而幽香，野芳是指野花，佳木秀而繁英，秀是指茂盛。风霜高洁，水落石出者，山间之斯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好，继续下一段哦。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这句富者的意思是背负很重东西的人，歌于途，在这个路途上唱。行者休于树，休是指休息、休憩的意思。前者呼，后者应，与楼体息，往来而不绝。与
楼是指弯曲背脊的样子，这边就引申指老人的意思。临破而渔，破是指溪水，破身而鱼沸，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冽在这边是指寒冷的意思。Sarcastic, S-A-R-C-A-S-T-I-K，T-I-K。哦 ，C 啊 ，T-I-C sarcastic，T-I-C。哎，你刚刚在干嘛？还偏偏学在东挑夫的国文课捣乱。你明明知道我们现在处境真的很艰困哎。对啊，你知道我们怎么表演啊？不是说好一起表示决心的吗？你看呐，我零食都戒掉了，还整整瘦了1圈呢。兄弟，加油啦！哎，你低头干净一点啊，不要被董推夫抓到把柄了。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有点奇怪。新山上，新山上。Ring ran run， Ring ran wrong。不是啊，再次 ，Ring ran run。Ring ran wrong。对不起啊，我那么笨，教我是不是很难啊？其实英文考试要拿分是有诀窍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靠单字和片语。这是我自己准备的重点，你回去对照课本一起看，这些被出题的几率应该都很高。对了，作文的话，你一定要背我后面写的那几个片语哦。用你会的单字做简单的组合，避免复杂的文法，以免写错被扣分。谢谢。干嘛这么客气啊？你也帮了我很多啊。你不是也帮我保守有关蓝农的秘密？所以现在就当作是我的回报啊。我们再来练习吧。新山上。新山上。Begin, began, begun. Begin, began, begun。你干嘛？没有啊，你不觉得 begun 像比刚吗？谢子毅，你很无聊哎，认真一点啦。还不是跟着笑？快点练习单字。好啦。Little by little。Little by little。眼睛看前面，还压脚尖，压脚背，对。可以吗？你可以再下来一点吧。你是膝盖打直，对。脚定哦，膝盖打直。教练，对不起。练习完，男生浮力挺身，女生仰卧起坐，各50下。现在先归队。哎，麦子最近在搞什么啊？你们为什么迟到啊？明知道老师会生气还这样。你下次会注意时间了。啊，
好歹小心哦。拜拜。我先走了。回家小心。嗯，拜拜。拜拜。叫他出去。慢着，等一下要不要去老金吃东西啊？我还有事要先走走了，拜。你不觉得麦子从集训回来就怪怪的啊？啊，你要不要去？你请客我就去啊。走。想吃啥？什么？好同爱花都唔是讲的，你阿川的本来同意思。我上过的，我无办法问阿奶去参加亲戚啦啦队。车太太，你唔迄时候会危险。当然，每个做妈妈的都会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过，来宁为无细年的吼，你敢知？你细年出世给你，做爷的都开始烦恼，烦恼佢会摇到，会冷到，会出爽，还烦恼佢未来。你敢了解？我冇办法讲阿奶的，同家爸强用行这条路。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吼，两只猥琐轻盈生一只细细嘅希望。我上过的，我冇办法问阿奶去参加亲戚啦啦队。车太太，你唔迄时候会危险。当然，每个做妈妈的都会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过，来宁为无细年的吼。你敢知？你细年出世给你，做爷的都开始烦恼，烦恼佢会摇到，会冷到，会出爽，还烦恼佢未来。你敢了解？我冇办法讲阿奶的，同家爸强用行这条路。妈的爸爸以前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体操选手。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有机会去念一般的大学，不过他的教练却期望伊念体验，做一个歌手。我老公无问他家什么，在比赛上得到很好的成绩。他家替佢很欢喜，不过总有看到佢成功的一面，不过无人看到佢辛苦的一面。佢切啱冇想到，冇做选手以后，佢本来嘛希望再继续从事体育的工作，不过那要按到机会哦，伊个国家。那也需要按到教练，因为佢冇其他转送，佢只好开个行草来赚钱。到摆变天的时候，佢都很认得，佢到救伤发出个痛苦，得到又马上看到喏。张有爱，张有了到做选手的无下年，阿里头，阿里头，唔想去怪国家，我冇吃到有嘛概念，对唔起阿里头。卡实讲，嗰当时，我老公先去念一般的大学，某一天，糯米都唔会因为查甫过身的。
啊，吉天诶，我喊你无拍拍饭来的，为了爸爸强用做运动的。张灯亚，当爸妈的心情，我或许不懂。不过当个体育国手的心情，那一定。阿三哥一直是我们乡里最风云的人物，更是我的偶像。当我犹豫不决，该不该去当个职业撞球国手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的意见，他只给我一个答案。阿三哥要我想想，都在做乜嘅事情，我较快乐。虽然后来我因为挫败而放弃了撞球，不过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决定。我相信阿三哥也是一样的。谢妈妈，请你给我考虑一下，好吗？阿川，我有问题要问啊。咩问题啊？就迄俩题啊。你看，那内角和180度，啊，角 A 跟角 B， 哎呦，那就想不出来。那答案用不会按用哦。阿妹，哎呦，爱是很认真哦。有没有破片的呀？好。无啦，东条夫已经在贵中呢。提供大风考试就考60分，那有单名亚手会好读书啊。无吼，会退出拉队。啊，你真好啊，又没买坏事，小买咯。等下来过来啊，来讲啦。哦。哪一只？呀。那个哦。利用天的合角公式，亚题哦，我用三角函数来下，你知吗？哦，就是买 sin cosine 那个。sin cosine， 给用到三角函数好冇？哇，这猜哦。买晒啊！来讲啦，来，设阿尔法加贝塔，不懂？45度。好啊，是求1加天女阿尔法刮弧加普元贝塔的值，应该公式请告诉100。第3节，简单过去式。1. 表示过去的动作、习惯、状态。He used to get up early. 他习惯早起。2. 只要过去的时间副词只能使用过去式，例如 He came here yesterday. Had come 在这里是不能使用的。这句的意思是他昨天来过了这里。3. 只要没有过去的时间副词，就可以使用现在完成式，表示已发生的事实。运动后，不管赢赢无，都要交零，一傻一关。不过撞球的规定是……刚才冇教嘞。哎，好了好了，就照你的规矩玩，轮流撒一杆。唔係捱嘅規矩，係用啥強下嘅天嘅規矩。你來開 Q 啦。有種被你甩兮兮的感覺。媽嘅。不是。
什么？某兄弟，你们要不要吃素哦？我是指加油。你有没有发觉，自从在啦啦队之后，你捞金钱没乜汹涌哎，越来越像我以前认识的朋友一样。一比1，还真是亲兄弟耶！你不然勇敢，不管好嘅坏嘅，就按你老七个大考来帮你考。你在挑事呀？我係真敬相愛弟。导演，这跟我本来的个性有关。你一定不知道，我其实最想做的是行商吧？可以把我们自己本身的例子当做鼓励，跟提醒这些孩子，我也很开心啊。毕竟係，我係個很好嘅先生。导演不能跟我比了哦。乜嘅意思？哪个意思嘿？我们都很好，比马给。你也在用你方法来教这些学生，他们有现在不懂，以后一定会明白的。加油啦，黄先生！Knowledge, Knowledge，知识。Leadership, Leadership，领导。麦子，早。这给你。里面我已经帮你录了一些这次考试可能会考的重点，有单字也有文法。谢谢。队长要好好加油哦。Get up.你去谈乜嘅啊？ Came here yesterday。应该是被人用功啊，我会谈英文呢。这句的意思是他昨天来过这里。佢上用安爽。来过谈100啦。只要没有过去的时间副词，表示已发生的事实。又唔係吞吞咩？第6本嘢啊？其實話嘅都唔樣好啊。三當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個，兩隻猥瑣嘅人生，一隻細細嘅希望。昨天来过了这里。佢上用安爽。3，來過談100啦。只要没有过去的时间副词，表示已发生的事实。又唔係吞吞咩？第6本嘢啊？其實話嘅都唔樣好啊。呵，老佢談戀愛呵？冇啦，我老見冇談戀愛啦。講乜嘅啊？談戀愛係好事啊。不過唔知冇意思呢，原來出唔講，都乜嘅程度啦。冇啦，
我老吞吞真嘅无谈恋爱啦，我就很以为，有诶，那迄件哦，要摆考试有无多中天赋嘅标准啊？要摆有无考到60分，今年就该杀中哦，就会限高的啦。切，又会东挑夫，小小屁屁。安喏，啊，那可能哦要拖地位数，唔好本人推杀。唔是笑啊，我案情考试前另一张分数就走地嘞。高墙，不为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最高层。哦，很难啊！活动的创造纯，还有认识简单最好，从今米酒后，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我慢动。哎，再来啊！再来啊！哎，你来了，请传高做考前冲刺啊！你讲用啥哦？真经迄是唔错用的，来从这看到胎，无看讲用啥，按认真。你莫是闲的啦，条条去补习，怎么讲？为了公平吼，你向阿多来。莫给面啦，读书啦。为什么个？哦，上个你讲啊，迄三角函数啊。还敢讲？唔用啥？真经迄班金不良啊！他都狗腻的嘞，还唔会三角函数，实在。哎呀，哎，吃饭吗？上哥，传授。有问题。哎，出题你嘞，还出题？不是很摇哦。唔是安尼哦。拜托啦。好啦，看唔用啥哦，基本按认真。做的是好料的。好料。牛肉。泡面。因为泡面。真好嘞，赶紧拿。好啊好啊。哎，哪有2万啊？不是饭啊。你是猪哦，大熊。你从哪里？各位同学，我们要考试喽！现在把课本都收起来。陆福，你听说我本来考到60分啊？考卷往后传。都拿到了吗？好，现在呢，我们开始考试，不要作弊哦。
先了哈，等下都练球，要出心跳无？唔会啊，恁体操迄个庆快乐的时节，不管做哪么样办，迄么要得到冠军，我从来唔会后悔做一个体操选手，因为体操本来庆太的快乐。阿三哥要我想想，都在做那个事情，我较快乐。你考得怎么样啦？不知道哎，就都会写，可是不知道会不会对啊。哎，这次一定没问题呀，全部过关。哎，还有前几天有去你家练习，帮我写唱歌啊。你这么有把握？之前不是都还在交白卷，还被陈金斌老师追着跑呢。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啦，以后叫我60分蓝龙啊！60分你就满足了？生平无大志，只求60分。我也是一样啦，只要能达到董球夫的标准，不要被褪色就好了。那你还敢讲我？我还敢还手？放心啦，你已经尽力了，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温天晴96分，熊仁康有，快点70分，是呀，耶，70分！哎，70分还有很大进步空间哦，要继续加油。好，谢老师。李阿瑜78分，哇，也太高了吧！天哪！周云农哟，自己念62，思雨啊！哎，也太没出息了吧！只求60分就好啊，要再加油，知道吗？哦，谢子毅要再加油哦！李秀雅，小雅再加油，及格边缘。好，林博宇同学，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之前犯过什么错，以及你觉得你到企鹅里的之后，你有什么改变？我是个犯过错的人，也已经付出代价。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糖糖可以原谅我。所以我加入了企鹅里的啦啦队，希望可以帮他完成梦想。OK 了吗？好，那谢谢。等一下，哦，你好，不好意思，那我等一下，等我一下。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我很开心我加入集合里的啦啦队，从大家身上学到很多，我知道我该怎么面对过去。谢谢你们给我勇气。一没自信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怎么可以那么烂啊？我们要不要去找董丢夫，让他把麦子留下来？跟着董丢夫一点人性都没有，求他哦，浪费时间呐！成绩单出来，每一口我都标准。见是不是要退出啦啦队？你说对了哎，这题哦确实也可以这样写，是我弄错了。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ot hole. Let's go. 两个爱追起他的，邻居该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砸掉，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爱你容量变寻不探戈，爱慕咪 say 爱慕咪慕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哈口哈口嘞，我想爱哈口哈口哈口嘞，最后迄个哈哈口哈口哈口嘞，我想爱哈口。Yeah， 你讲的梦唔错，我是不爱做波。哈，半个一改 word， 声声滴滴，听到滴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系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爽做唔好势 ，It's time 時間到咧，係寫係愛需表快體咧，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輕鬆，不用慢一點，到唔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get it Sunday，come on， 親愛 Sunday， 哈口哈口咧，我想愛哈口哈口哈口咧，最後係倆哈哈口。講的夢唔錯，我是不愛做波。哈口哈口嘞，我想愛哈口哈口哈口嘞。有沒有喊忙哈口？哈口哈口嘞，我想愛哈口。差不多了啦。客家電視所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赤松人丈夫。講到夢想，其實呢，每一個人都有夢想，有夢要有想法，就是有夢他才會有想法。那當然有想法才會有夢。要實現自己的夢想以前，其實你要去想每一個階段的夢想都不同，但是隨着年齡的增長，你的夢想就會不時的在改變。那要達成你的夢想，一路上，他必須要有很多支持你的人。當然，如果反過來講，一路上也必須有很多不看好你的人，才能激發你的那個鬥志。那我就是一路上有很多人不看好，我才會激發我的鬥志。而且我很珍惜我每一次跨出的腳步，因為唯獨你珍惜每一次跨出的腳步，堅持你自己一切的想法，你才能繼續去完成、實現你自己心裡面那一塊最大的一個夢想。